2026年1月，Sony 宣布佢嘅電視業務會同中國品牌 TCL 合資公司，後者更加成為大股東，佔51% 嘅股權。日本媒體評論為日本家電嘅終結。Sony 之所以落呢個決定，其實要喺高清時代講起。嗰陣時我做緊 Sony Bravia 電視嘅推銷員。07年喺豐澤百老匯門口賣電視，客人入到嚟第一樣嘢問嘅係點先可以睇到高清電視同埋高清奧運。嗰陣時 720P 同埋機頂盒都係新嘅術語。當年一部40寸嘅 1080P 要2萬出頭，但係日本製造、品牌信心同埋畫質都不乏捧場客。咁當年唔止 Sony， 同場仲有 Samsung 同 LG 不斷推出更薄、更加有設計感嘅型號，重點係佢哋更加平一大截。08年嘅金融危機，保得住份工已經好好，買電視都會買平少少。Samsung LG 嘅性價比同埋機海戰術直接衝擊到 Sony。雖然當年 Sony 買電視買得幾好，但係去到 LCD 年代 ，Sony 錯失咗自己起 panel 廠嘅時機。panel 要同人哋買，甚至同 Samsung 合資 SLCD。其實04年去到13年 ，Sony 嘅電視部門已經連續虧損咗10年。當時外界講緊 Sony 係咪要將電視業務賣走呢？2014年上任咗2年嘅平井一夫宣布將電視業務分拆，成為獨立公司。咁樣做其實有幾個原因。以前喺母公司嘅保護底下，電視業務蝕錢可以用 PlayStation 或者金融部門補貼。分拆咗之後，戶口獨立，團隊只能背水一戰。以前一個改動要經歷冗長嘅抉擇，分拆咗之後，業務團隊能夠對市場迅速反應。最後就係改變咗 KPI， 以前佢哋講市佔率，而家就講利潤。唔同韓國牌子鬥平，唔再出幾千蚊嘅入門級電視。既然 panel 都係大家買翻嚟嘅，咁營銷焦點就要轉移。Sony 開始推廣自己嘅畫質處理晶片，由 X1 到而家嘅 XR 晶片。買其他牌子買到嘅係一塊發光玻璃，買 Sony 買嘅係頂級調色同埋畫質處理。聯合埋 Sony 嘅生態圈，發揮 PS5 嘅性能，享受埋 Sony Pictures 嘅電影金。分拆咗之後唔使幾耐就轉虧為盈。市佔率雖然去唔到前3，但喺高階市場賺到盆滿缽滿。聽落 Sony 電視嘅業務發展得幾好，有利潤，但係失利於規模同埋供應鏈。Sony 專攻高階嘅電視，利潤當然高，但係數量唔夠。電視係十分依賴供應鏈，訂單唔夠大，買零件、搞物流嘅成本好難進一步咁樣降低。反觀 TCL， 佢唔止全球銷售強勁，仲有自己嘅面板廠。你話 Sony 蝕咗咩？其實又唔算，賣51% 嘅股份，去套現咗幾十億嘅港幣，將最艱難、利潤最少嘅製造、組裝同埋物流抌晒俾 TCL 去做。Sony 自己保留翻剩翻嘅49% 嘅股權，繼續收錢，輸出佢嘅畫質晶片技術，保留翻 Bravia 嘅電視品牌。Sony 母公司就可以將重心放翻喺 PlayStation、音樂同埋電影，硬件就交俾 TCL 去做。